圣经雅各书第5章，咱今仔要看落尾2段，就是伫第5章第13节到18节，然后10到20啊。雅各书第5章第13节看到第18节，看完咱再看10到20。来，雅各书第5章第13节，安尼讲：恁中间若有受苦的年，伊就应该祈祷；有喜乐的年，伊就应该歌颂。恁中间若有叛变的年，就应该请教会长老来，因向奉主的名用油来抹伊。为伊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迄个病人，主的确叫伊起来。伊若犯了罪，也的确蒙赦免。所以恁着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恁通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甲咱是一样性情的人，伊恳切祈祷，求毋通落雨，雨就3年6个月无落伫地上。伊阁祈禱，天就降落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兄弟啊，恁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互伊回转。这个人应该知影，叫这个罪人对迷路顶转回，便是救了这个灵魂无死，并且加砍真多的罪，所以咱有分做2段来看2大段。头一段呢，就是对第13节到第18节；第2段就是19节到20节。我毋知影咱昨仔咧读的时阵，对第13节到第18节你读了你看到伊的主题到底雅各咧讲关于什么呢？有什么字常常伫遐来出现呢？咱咧读的时阵，咱会看到是什么祈禱是祈禱，所以这段就是有讲到祈禱祈禱，咱有法通分几方面来去看对第13节到第15节呢，是讲到什么信心的祈禱，然后15节到第16节讲到义人的祈禱，17到18节讲到恒切的祈禱。是换一句话讲，咱的祈祷要怎啊互上帝来垂听呢？咱第一要有信心，第二，咱祈祷的人是咱要做一个义人。第三，咱应该要恒切的来祈祷咱详细的来看信心祈禱，是讲祈禱需要信心。伫第13节的时阵，有3摆讲到咱着应该祈禱恁着应该祈禱头一个是什么伊讲恁中间若有受苦的呢，伊就应该干祈禱。第二，若有喜乐的呢，伊就应该干歌颂。当然咱有法通讲歌颂，其实也是一款的祈禱，一款咱叫做感恩懊惱的祈禱。当咱欢喜的时阵，当咱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阵，对咱的心中、咱的心内面发出喜乐，咱就有迄款感恩，咱就有迄款歌颂所以讲喜乐的，伊就应该歌颂。然后第三方面讲，应该祈禱是第四呢，当有叛变咱每一个人拢加少少会得到叛变叛变的时阵，伊讲咱着来祈禱。
咱若家己祈祷，讲咱会做日吼，咱应该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因通奉着主的名用油来抹伊，为伊祈祷。哦，咱会较按咱的详细这三方面来看，所以雅各伊伫这个所在一开始讲到祈祷的时阵，就是讲伫无相的环境顶面，咱就祈祷啊；伫无相的环境顶面，咱就祈祷啊。这就亲像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17节所讲的啊，伊讲什么啊？无停的祈祷啊。无停的祈祷，什么是叫做无停的祈祷？并唔是讲说逐日规日24小时就是日日祈祷，日日祈祷伊个是叫做无停的祈祷其实，当保罗讲无停的祈祷的时阵，就是讲咱随时随地拢有法通祈祷，随时随地有法通祈祷。咱咧行路有法通祈祷无？有。咱伫厝内的时阵有法通祈祷无？有。当咱咧煮食的时阵，有法通祈祷无？也是有。开车的时阵会做咧祈祷无？也是会。有一摆有一个青年人我伫教会内面讲到随时随地祈祷阮就讲到会做咧凊彩时祈祷，你咧等车也祈祷，你咧坐车也祈祷伊就一摆伊就打电话给我，伊讲牧师，你知无？我昨暝我则去种着我讲哈，你种着什么？伊讲无啊，好伫是种着阮厝内的墙我要掠起的时阵则去种着好伫毋是真大，毋是真大个。我讲看若是恁来种着，是毋是暗时伊讲无啊，是因为你讲着祈祷，所以我咧换车的时阵，我咧祈祷所以祈祷到要到厝内的时阵，则去种着啦。我讲无人你祈祷的时阵，你目睭开无？伊讲有啊。我讲你若咧换车，你做咧祈祷，目睭会做你毋通开你开咧才是会去种着。兼且是因有人开，则个开咧，则个开所以才去种着。其实咱随时随地祈祷，敢若祈祷咱着开目睭圣经有讲咱祈祷在时着开目睭无？无讲咱着开目睭但是这个是变做咱一款的习惯，其实这个是真好的习惯。敢若因为咱祈祷目睭开的时阵，咱则有法通有法通专心。是我捌一位兄弟伊甲我讲牧师你若看到我咧祈祷我目睭无开毋是我无爱开因为我若徛咧我目睭开我会晕原来有一款的人所以伊就先甲我讲到尾我会感觉讲敢若一个人怪怪逐个咧祈祷目睭开伊无要开其实是特别咱有时阵伫过路的时阵拄着人咱甲伊相借问现做时当然无法度因为咱逐个关伫厝内出去若相拄无法通讲遐侪话无法通真近有时阵就是讲若伫平常时咱伫过路甲人相拄甲人讲几句话忽然间你讲我替你祈祷会做入无？我问你，我若伫过路甲你咧行的时阵拄着你，甲你讲话讲咱三合祈祷，你要无？有的人会毋敢，有的人会排斥，讲看我伫遐目睭开咧干。其实过路，我一摆咧读我咧读册的时阵阮先生有讲伊讲伊过路若咧甲人祈祷伊的手会搭伊的肩头当然伊是男的所以是伊的对象也是兄弟伊搭伊的肩头讲咱三合祈祷。伊讲你目睭无需要开我目睭我也是无要开所以到尾人会感觉讲什么？恁是咧干，这两个是咧干所以因的目睭伊讲开就是按遐来祈祷。当然伫过路咧过路边咧祈祷的时阵无法通祈祷真长就是真干结意思是啥物？咱伫无相的环境内面祈祷，甚至我咧做工的时阵特别读神学咧做工有人就甲我讲伊讲你伫公司内面做工，有时阵会拄着问题拄着像我说客人真无拄好是讲无合理会安尼生气你要怎伊讲你做咧祈祷你就是按心内面干主呼求主会帮助你。
伊讲你若伫你办公室内面啊，无人啊，你做咧用啊，你唔知要怎啊创啊，你做咧用10秒、15秒啊，按遐赶紧啊，一个祈祷啊，一个祈祷啊，上帝会听。你在圣经内面做第的祈祷是啥物无？上啊会祈祷做第无？两字人啊，主啊救我！啊，主啊救我！会记你上下尾？彼得，当时彼得伫船咧，伊看到耶稣伫海顶咧行，哦，因着大家就惊讶讲，啊，这个毋知是鬼怪无？啊，耶稣讲你免惊，是我。啊，彼得啊，真大胆，但耶稣讲，耶稣若是你啊，你叫我也是按海咧行。耶稣允准伊讲，哦，你来，伊声时啊就踏出去啊，踏出去伊就开始行。哇，伊行一步两步，有法通行，真欢喜。忽然间伊想到啊，等者我徛伫海中啊，要怎会行咯？所以当伊开始看怀孕的时阵啊，圣经讲伊就开始干呐，沉落去。伊沉落去的时阵啊，伊就开始祈祷啊，啊，伊祈祷真短啊，主啊救我！哈，伊无我讲下做啊，哦，主啊救我！所以上帝也是一款的听，但是咱若伫主内。咱较侪点钟的时阵，咱的祈祷有法通较清澈，然有法甲什么止水啊，甲毋是也笼统的啊，有法通慢慢甲主相合伫地。所以将国家就讲到伫任何的环境顶面啊，着祈祷啊，祈祷互咱来亲近上帝啊，祈祷互咱有法通什么得到力量，做咱随时的帮助。这是伫希伯来书第4章讲啊，咱有法通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为要得到认识做随时的帮助。然后雅各书啊，伊伫头面前雅各有讲啊到真多啊试炼咯、试探咯，要怎样来赢过呢？其中一个就是祈祷。当咱拄着试炼的时阵，当咱拄着试探的时阵，有法通赢过啊，咱就来祈祷。所以伊只讲到3款的情况啊，其实三款的情况，咱啊归纳做2个啊。头一个就是受苦的时阵啊，当然这个包括叛变，受苦着祈祷，喜乐也着祈祷啊。但是伊是用什么？上赞啊，用恶乐。请问你伫受苦当中，还是伫喜乐当中，会互咱更加多？会祈祷啊，更加做迫切祈求主啊！咱拢知影，受苦的，咱拢知影，咱计是安尼啊，拄着困难啊，哇，咱实在是真迫切的祈祷。所以上帝允准困难临到咱的身上，有一个目的啊，也是一个目标啊，就是讲困难啊，有法通成做一股的力量，将咱干啊。甲咱拄到上帝的面头前，啊，真侪时阵啊，人伫安逸的时阵，逐项好势的时阵啊，真常常啊就袂记得咱的主，所以主有时阵啊，爱咱拍醒，互咱叫醒咱啊，伊就互允准困难临到的时阵，咱就有法通祈祷。咱人讲办物啊，一摆的pandemic啊，一摆这个 COVID-19 啊，哇，逐个人啊。咱若看到啊，伫遮短信内面啊，伫遮 Viber、Messenger 啊，真侪人咧送什么祈祷文啊，啊，真侪人咧送祈祷文啊，所以真侪无信主的人，伊若摕到啊，伊也袂感觉讲，伊也袂感觉讲，敢若真好一个祈祷文啊，有时阵会真欢喜，会去甲伊读啊，读了伊心敢若有法通较安静淡薄，敢若因为什么环境逼来的时阵啊，互人知一项啊。咱人毋是万能的啊，咱人真侪物件咱无法通做，咱只有外靠上帝。所以伫无论什么环境啊，咱就祈祷。然后所以伫无什么特别伫喜乐的时阵啊，咱也是就会记得主啊。啊，伫喜乐当上帝互咱恩典的时阵啊，咱就感恩啊。咱即时咱用几秒钟，咱想看觅，伫今仔日内面。你有得到什么上帝恩典无？你想啊，今仔日咱人受遐久啊，今仔日早起到即阵啊，有什么上帝恩典无？我相信啊，你若互逐个人讲啊，
咱有真侪物件通讲起来，咱有真侪会感恩的物件，但是咱得到跩恩典，得到跩福气的时阵啊，得到跩好处的时阵啊，咱有来到主的面头前来讲多谢，来歌颂伊无？有时阵咱无啊。兼在咱讲不要紧啊，我要哭咧啊，到暗暝要困的时阵啊，则一哭起拢总讲啊了啊，啊是做的，但是咱来学习干啊，有恩典的时阵啊，就来感谢。所以雅各啊讲，伫无论什么款的环境，咱祈祷啊，咱就是什么啊？有信心，知影无好的代志，上帝总管；好的代志是对上帝下来，所以伫遮咱就看啊，要有信心的祈祷。当然，咱伫遮就会记得啦。我伫也上咧强调嘅信心，唔是家己嘅信心嘛，唔是自我嘅信心嘛，唔是咱嘅自信心嘛，乃是干啊？咱嘅信心是根據上帝嘅話語啊，根據上帝伫聖經內面互咱嘅話語啊，咱有法通到主嘅面前祈禱。然後根據上帝伫聖經內面講到，伊是什麼款的上帝啊？伊嘅屬性啊，咱才有法通祈禱。當然，咱祈禱嘅時陣，咱有一個真重要嘅一個假設啊，唔是假設啊，係一個信念啊。咱會祈禱，主會聽啊，祈禱主會回應啊。當然，主會回應，無拄拄啊，是按照咱所要啊。但是伊會回應咱的祈禱啊，伊會將無好的祈禱啊，該換做好的答案來予咱啊。咱知影伊的安排一定是最最好啊。伫遮我愛閣甲大家講另外一方面啊。啊，這方面是關於什麼呢？啊，這方面是講關於什麼呢？就是講到抹油祈禱哈，抹油祈禱。聖經講啥？伊講，恁中間有病的，就應該請教會長老來，因我人用奉主的名用油來抹伊，為伊祈禱。啊，所以抹油祈禱，你捌聽到這個抹油祈禱的代志無？是毋是咱要祈禱才是着抹油的啊？看咱那着抹油祈禱啊！所以現主是啊，最近唔是最近啊，差不多20世紀啊。20世紀開始到現主時啊，有的教會啊，有的宗派啊，真注重講若要祈禱啊，在是着抹油啊，特別唔好的時陣啊，上帝才要垂聽啊。其實伫我咧讀嘅，我咧看聖經咧看一個參考冊的時陣啊，伊就講到有一位神學家叫做 R.C. Sproul 伊講伫第14節內面講用油抹伊用油抹伊的一句這個詞用油抹伊這個詞伊的原文是指什麼？醫治的抹油唔是宗教頂面的膏油什麼意思唔是宗教頂面的膏油原來這個抹油咱看到聖經內面特別具有真多什麼用油膏在伊的頭殼頂面咱的彌賽亞也是叫做什麼受膏者亞倫也是用油膏了伊的頭你若用油來膏啦，用油來抹伊有一個什麼希臘文有另外一個理但是伫這個所在伫雅各書所講的這個抹油這個抹伊是另外一個理所以才有兩個理有兩個理頭一個理就是雅各所用的這個理伊是指什麼伊是指所有形式的按摩massage 你若咧 massage 你互人捌互人 massage 無？有你若 massage 的時陣人就該干安尼抹油伊去抹油的時陣是毋是有宗教的意義佇內面無伊無宗教的意義伊就是干尼抹油干尼 massage。但是有另外一個理就是聖經也上咧應用說咧抹咧膏的時陣到用佇宗教儀式的是用另外一個理
所以雅各当雅各啊，用这个公式抹，伊咧判变抹油基督，并唔是用迄个有宗教意义啊，有宗教意义。原来啊，伫雅各的时代啊，以及伫旧约的时代啊，为着病人抹油啊，心啊，唔但係猶太人啊，就是當初時啊，徛伫中東誒，即遮百姓啊，中東一帶啊，遮民族啊，因有一款嘅風俗習慣啊，就是人唔好嘅時陣哦，該抹油啦。因為干啊，因為抹油哦，有一款醫治嘅什麼功能伫內面啊，油有一款醫治嘅功能伫內面啊。親像伫以色列地啊，有一個所在叫做基列啊，基列伊所出產嘅乳香咱知耶穌細漢嘅時陣啊，在東方東方來嘅在博士啊，有帶什麼啊乳香啊，有款嘅乳香基列地啊所出產嘅這個乳香啊，有什麼有看那種有真有互人什麼消炎啊，袂疼誒迄款誒作用啦。像像做是咱疼誒時陣啊，咱身軀疼誒時陣，咱就食什麼樂散啊，是食賣熱食啊，因為干那會互人較袂疼基列出產誒油啊，你若抹落去啊，會較袂疼伊有一款誒作用啊。所以伫舊約啊，無論是耶利米書第8章22節啊，46章11節，51章第8節啊，所以就講到即款嘅油啊，膏油即款嘅油啊，是要干那有法通醫治啊。但是咱第一識嘅啊，用油抹嘅因為伊有判變啊，是啥物啊？路加福音第10章啊，路加福音第10章是啥物啊？就是耶穌所講嘅這個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會記得袂？耶穌講到有一個人啊，伊對耶路撒冷落去到耶利哥嘅時陣，則去互警察干啊來搶啊，甚至該拍半死啊！然後有一個祭司行看到啊，行過去啊，無去插伊啊。然後有一個利未人看去，也是無去插伊啊。第三是一位什麼？叫做撒瑪利亞人。這撒瑪利亞人甲猶太人因是無來往嘅，但是伊看到一位猶太人倒佇遐嘅時陣啊，伊就干啊動了誅心啊，伊就去甲幫贊啊。幫贊嘅時陣啊，伊就該干啊，該抹油啦。咱來看路加福音第10章33到34節啊。伊講啥伊講獨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遐。看起伊就動了誅心，向前用什麼油甲酒倒佇伊的傷處，然後包裹好了，就扶伊徛上家己的身口，帶到殿內面去照應伊。所以伊看到伊倒佇遐的時陣啊，伊有雕像啊，伊用什麼？用油甲用酒揢佇伊看伊傷口啊。所以油甲酒啊，伊無佇即個所在啊，咱看到伊無有宗教意義啊佇內面啊，純粹是啥物？是醫治嘅方式啊，所以醫治嘅方式啊。然後佇舊約啊，講到以賽亞書第1章第6節也是講啊，伊講這是上帝咧講到伊怎樣來鞭拍以色列人啊？伊講你對骹掌到頭頂啊，骹掌到頭頂無有一位也是完全的，盡攏是啥物啊？傷口啊、青筋啊、烏青啊，然後到身拍的傷痕啊，攏無有傷口，攏無有啥物啊？無有該包起來啊，也無有用啥物啊？膏甲滋潤啊，無用膏滋潤。膏是啥物？就是膏樣啊，無用膏油來滋潤啊。所以咱若看一撮禮內面啊，咱看到油啊，有講到油伊有醫治甲滋潤的一款的作用啊。但是咱所看的出來啊，無任何屬靈的意義甲味素佇內面。
当然伫别个圣经节的时阵啊，当阿伦徛伫当阿伦也是伊的囝要承接这是一份的时阵啊，就用油抹伫伊头壳顶啊。这个抹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医治的作用啊，乃是什么？宗教顶面啊，这个真重要的意义啊，宗教的意义啊。然后受膏者哦，也是讲到这有意义。所以啊，伫遮伫第14章14节啊。雅各讲什么？你就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油来抹伊。所以这个油啊，伊无毋是讲到宗教意义啊，毋是迄个油会互这个叛变的人得到好啊，乃是什么呢？救迄个人的啊，毋是油啊，乃是什么？出于信心的基督，然后是一个认罪的基督。然后是一个行切的基督，所以你若看规段一段咱所读的关于基督，讲你请伊来请教会的长老来基督，是干啊有信心啊。然后伫第16节，伊佫讲讲什么？恁着互相干啊，恁着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恁通得到医治。所以原来得到医治啊，毋是油本身啊，乃是基督乃是基督。敢若是伫遮雅各咱要提高为着病人来抹油真有可能因为这个是当时的一款的习惯然后你抹油就是要有滋润还是医治的淡薄的一个作用咱若看到上帝应该伫当初时伫初期教会伊温准透过一款有法通看起的工具甲仪式来坚定因的信心当然咱要用油抹油来基督会做哩毋是讲袂做哩咱有法通安尼做但是咱要记哩毋是个油本身的医治所以意思是什么若无油会做哩袂，也是会做哩有油也是会做哩毋通讲若无油袂用哩咯。干若无抹油，上帝袂听。其实上帝听基督，毋是抹油无抹油乃是你有啥物彼此认罪，然后有信心的基督，然后有代求然后有代求伫教会历史伫教会历史初期兼在第2世纪、第3世纪的时阵开始有咧干就是用油人若毋好在教会的长老也是叫做领袖去该祈祷的时阵，就该抹油就该抹油但是这个也是惊，也是几落百年到了第9世纪的时阵到了第9世纪的时阵教会就开始慢慢转变也佫有抹油但是毋是为着什么？毋是为着身躯鼻痛的人来抹油是为着什么来抹油呢？是为着迄块得要死的人来抹油兼且真有可能因在破病也重咯，得要死咯，按遐来抹油但是渐渐到第9世纪就渐渐将这个什么？这个对象变毋是毋好咯，乃是得要死的人。所以抹油毋是要互伊的病得到医治乃是为着伊的灵魂的缘故为着伊的灵魂的缘故希望有法通抹油有法通对上帝遐来有法通得到这个功劳所以渐渐这个变做什么？变做咱因为第7世纪、第8世纪就开始渐渐变互罗马的教会来领导所以变做什么？咱叫做罗马的天主教 ，OK 规个教会的时阵叫做转进入伫天主教的这个形式内面所以这个用油来抹人抹要离开世间的人咱叫做什么？临终的膏油礼临终的膏油礼，这是叫英文是叫做 Sacrament of Extreme Unction
所以伫天主教内面啊，有7个真重要的礼仪，因着做啊。头一个是有一个什么啊？水礼 ，OK 啊，然后圣餐。所以伫7个内面啊，咱教会啊，是咱基督教的啊，咱有2个，咱讲咱要做的，这是最重要的礼仪啊，也是咱叫做圣礼啊。那天主教有2个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啊？结婚啊，也是一个啊，然后告诫啊，就是平安啥，然后有一个就是一个叫做 extreme onset 啊，就是要死的时阵啊，还是死的时阵啊。因就叫神父来啊，来抹油来为伊祈祷啊，所以教会啊，这个就变做一款的礼仪啊，所以是差不多852年的时阵啊，正式伫教会内面有一款，就是为着人要死啊，还是为着死人啊，还是在死的时阵啊，就为伊抹油来祈祷。但是咱知影这个，咱若看圣经啊。其实这个甲圣经的教导啊无合乎所以伫改教的时期啊，马丁路德改教的时阵啊，所以咱看到咱基督教叫做咱的基督教的时阵啊，咱无用这个啊，所以伫7个sacrament 内面，咱孤单采取2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水礼甲啥物啊？水礼甲圣餐水礼甲圣餐。讲到水礼啊，我唔知影咱在座每一个啊，咱唔知咱信耶稣未啊？信耶稣了，你唔知水礼未啊？当然，水礼唔是讲你水礼才得救啊，但是讲你既然已经得救了，你已经信耶稣了，你水礼啊，是你一款你什么？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顺服，伊爱咱安尼去做。然后水礼啊，也是一款宣告啊。向人做见证讲，对今仔日开始啊，我一生要跟地主要跟地主，所以做基督徒啊，咱就来洗礼啊。但是唔是讲你若洗礼了啊，你才是得救啊。倒掉啊，是因为你得救了，你才是着来洗礼你才着来洗礼所以咱讲到迄个抹油基督的，所以伫教会内面啊就无啊。然后伫154年。就是改革运动了后就有的教会就开始看咱准备搁再爱恢复讲说照着圣经讲请长老去为着病人来抹油祈祷，但是伊这个无久啊，唔知无偌久就搁再无去啊，或者无去啊，是到最近最近差不多21世纪21世纪就是灵恩派甲高顺水派因就用油。按遐常常咧为着病人祈祷的时阵，伊用油当然咱若要用油会做哩啦，唔是讲袂做哩啦。但是你若无用油袂做，你讲因为无用油你祈祷干无功效无功效所以这个是信心的祈祷第15节讲到15节到16节第2咱看到义人的祈祷讲到义人的祈祷伊讲咱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伊讲伊若犯了罪也刻望下边这个是15节的落尾节落尾半节所以恁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恁通得到医治。然后讲什么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伫一段内面伫这2节1节半内面咱讲到伊就讲到犯罪，讲到赦免，有讲到认罪，有讲到义人所以咱看到伊真重点是什么？关于罪的缘故，着对付罪着对付罪咱着干手洁心清，会到主的面头前。所以伫遮有甲人讲一项代志互人看到人叛变干安那会叛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罪来因为犯罪直到有叛变。当然，咱无法通讲拢总会变才是犯罪这个是这个是超越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已经行极端有的人讲你叛变才是你犯罪
圣经无讲啊，但是有一个变啊，是因为咱犯罪唔肯悔改的时阵啊，伊就来啊，就定定滴滴。所以意思是讲，咱做基督徒呀，当咱破病的时阵啊，咱是说你敢主托，敢求主医治啊，然后求主成餐啊，到底是毋是因为罪来啊？因为圣经甲咱讲啥物？咱就干啊，伊若犯了罪啊，然后会蒙赦免，就认罪，所以咱就对付罪，跟上帝悔改认罪的时阵啊，咱就有法通得到上帝的医治啦。啊，什么叫做悔改啊？我甲大家搁来思想点话，咱就悔改啊。什么叫做悔改啊？我来甲咱大家分享一下悔改啊，有几项代志啊？伊包括什么啊？头一个啊，就是知罪，你就知影你的罪。意思啊，你就知影讲你有犯的啊。有的人讲我都无做什么啊，当然咱就知影迄个是罪啊。咱就知影迄个物件是罪啊，咱若知影罪了后，咱就会晓悔罪啊。悔罪是心中的懊悔啊，心中的懊悔，知影咱安尼做毋对咯。然后咱嘴内面就干呐承认啊，咱心内面懊悔，咱嘴内面就向主来认罪。咱若得罪人的时阵，也就向兄弟姊妹向别人来认罪，所以圣经讲什么？恁就互相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其实认罪无容易啊！你捌得罪人，然后你要甲认罪，你咪感觉歹势。你感觉讲说我做也毋是偌艰苦，所以咱唔轻啊。但是当咱愿意讲出来啊，你看到迄个重担。诚实会干啊，有规个起来啊，规个重担会无去啊。我记得啊，所以啊，这个是着认罪啊，认罪了后的时阵啊，咱就离开罪。毋但认罪了后，有个人认罪了，定伫罪恶当中，伊就干啊，伊就晓离开罪。我记得有一个青年人啊，我直直咧叫伊来信主啊，伊无要信主啊，干啊？伊讲我若信主了我信主了，我叫伊来洗礼啊，伊无要啊。伊讲我若洗礼的时阵我无法通干啊，活足咯我无法通再活足咯，所以伊无要啊。意思是咩啊？伊知影是罪啊，又悔罪无？咱毋知影又认罪无？但是伊毋肯离开伊的罪啦然后落尾是什么？归向上帝。所以悔改包括几项咱三合来讲啊。悔改包括什么？知罪、悔罪、认罪、离罪、归向上帝所以咱真正会悔改了后咱伫圣经内面，咱伫上帝面头前，咱就称做义人所以圣经就讲义人基督所发的力量是干啊，大有功效义人基督大有。义人并毋是无犯罪的人会记得啦，咱基督徒，咱是义人啊，但是咱是毋是无犯罪的人啊？我毋敢讲我毋敢讲我无犯罪常常咧犯罪我看你甲我也是同款差无多尔咱逐个人基督徒会犯罪所以咱犯罪了，咱讲咱抢但是圣经甲咱讲咱虽然有犯罪，咱犹原是义人义人是伫上帝的眼的目睭中按遐来宣告咱无罪因为干主耶稣为咱担当咱的罪所以义人基督当咱愿意对付咱的罪的时阵咱是义人，所以咱发的力量咱的基督是大有功效然后第17、18节就讲到行切基督，所以咱的基督毋但着有信心毋但着做一个义人就是对付罪然后咱也着干行切基督。第17、18节伊就用一个例来讲伊就用一个旧约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是啥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17节讲什么以利亚甲咱是一样性情的人，伊恳切基督求毋通落雨，雨就3年搁6个月，
无落伫地上，伊个祈祷，天就降落雨，地也生出土产来。所以讲到以利亚，咱若看旧约先知，咱看到以利亚伫加密山顶啊，甲做巴力的先知，按遐来干啊，按遐来征召啊，按遐来征召啊，伊征召当然毋是用刀剑啊，伊是讲用诶以利亚讲，恁所拜诶，若是真心啊，你互伊降下伫恁诶小节顶面啊。然后伊讲，我也是参款祈祷我诶上帝啊，互伊降下落来。咱就记得啦，这个代志以前啊，就是有差不多3年外诶时阵啊，已经无落雨啊，所以以色列地无雨伫地上啊，无雨诶时阵啊，因就安那，所以就求雨啊。伫遮真趣味诶一项代志啊，就是以色列人啊，因军队外邦人所拜诶这个偶像啊，叫做这个巴力啊。这个巴力是什么啊？巴力啊，伊是迦南人，迦南人所敬奉会叫做丰盛的神啊，丰收的神啊。所以要得到丰收啊，就是着拜这个巴力啊。然后因若是抢取丰收的啊，伊个是什么啊？掌管雷甲雨的神啊，掌管雷甲雨的神。所以以利亚就按遐来宣言啊，宣言讲什么啊？伊讲啊，恁的上帝啊，恁敬拜这个巴力啊，你赶紧祈祷咯啊！你较大声喊，欠知伊无听到，欠知伊毋知咧创什么代志啊！你好，互伊干呐有法通降下落来。既然伊若是降雨的神啊，看若3年外也阁是无雨，所以其实啊，上啊是掌管雨水的上帝呢，雷甲雨啊，还是丰收啊？毋是巴力啊，乃会是上帝啊，乃会是咱所相信的上帝。相款啊，伫这个肺炎来的时阵，是谁啊咧管理啊？是谁啊掌管啊？这个咱叫做病毒啊？当然毋是人，魔鬼有法通用罪啊。但是虽然魔鬼用罪啊，伫上帝的手头啊，伊也阁是掌管一切，伊允准这项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贪猜就是要将咱拄到上帝面头前，有伊的原因啊，咱毋知影。但是咱知一切伫上帝手头，所以咱只有来到伊的面头前，咱祈祷的时阵啊，上帝就要引带咱啊。然后伫遮有讲到以利亚，伊甲咱同款性情的人，意思是什么？伊是一个平凡的人啦，伊是一个真普通的人，甲你甲我相同。伊有什么？伊有软弱。你看，当伊赢，伊甲做巴力先知啊，450个啊，然后过400个啊，所以850个先知，安尼伊赢了后啊，迄个风向啊，听到真生气啊，就讲什么？北面啊，到面啊，以利亚的头啊，那也个念伫暗柜顶面啊，愿上帝干呐刑罚我。意思是什么？伊要将以利亚干呐杀死。以利亚听到讲干呐，赶紧走啊！逃命，直直走啊！甚至走啊，伊走的时阵啊，就要甲伊的仆人讲：你莫缀我咯，我家己走咯，直直走啊！到坐伫一双手咧下底，伊干呐，伊要求死啊！伊灰心啊，讲主啊，你将我的性命摕去啦啦！哦，无才我为你做犯罪工作啊！伊干呐也 depressed 啦，哦，忧郁症。所以伊甲咱性情的人啊，伊有软弱啊，甲你我会软弱啊。但是伊干呐，伊会晓恒切的祈祷。当伊恒切的祈祷的时阵啊，上帝就随听伊祈祷。3年半无落雨啊，伊祈祷的时阵就好。你若去看圣经，伊怎样祈祷啊？伊拍伫遐，伊手揢伫伊面啊，拍伫伊手咧，伊祈祷。祈祷了，伊就叫伊的工人，伊的仆人啊，伊讲你去看卖咧啊，看有看到云无？伊工人去看的时阵，伊个仆人去看，伊讲无半项啊，伊搁再祈祷，7摆祈祷，然后伊看到有干呐，有一个细细的云来了，然后开始落雨。所以伊是一个甲咱上性情的人，
真普通的人，真平凡的人，但是伊的基督干哪有力量？干哪？因为伊好，因为伊干哪恒切的基督，因为伊恒切的基督。义人的基督有力量啊，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对啊，然后伊恒切的基督。什么是恒切的基督啊？恒切的基督啊，就是看重的意思啦。哦，表示啊，基督的时阵啊，伊看重这个基督，知影讲这个基督啊，上帝会听。哦，伫原文啊，这个恒切的基督，有人讲是什么重复的基督啦。当然，这个甲耶稣伫登山宝训的时阵讲，恁基督毋通直直重复，无相送啊！加一讲重复时间啊，真迫切啊，一摆搁一摆，经常做啊，真专心按遐来基督，就有力量。所以我请问，咱伫教会华人教会有一个真毋对的观念啊，这个毋对的观念就爱过起来啊！什么观念呢？咱信徒称家己做什么？平信徒。有无？你捌称你家己做平信徒无？另外我是安尼啊，无我是平信徒。什么叫平信徒？真平凡啊，真平凡，真普通。其实你看圣经无讲你是普通啊，还是特别的。咱认为讲，哎呀，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因较特别。阮你无做半项，阮是搁做平信徒。你将圣经读，按创世纪直读到启示录，看卖看圣经白写讲平信徒无？这平信徒按倒落来啊，就是初期教会无偌久的时阵，第四世纪、第5世纪啊，开始啊就分做什么啊 ？clergy 甲 lady 啊 ，clergy 是什么？就是圣职人员啊。圣职人员就是怀伫教会内面的，因就认为讲应该干哪较悬一级。其余啊做普通的信徒啊，因就称因家己做信徒。所以平信徒袂做咧读圣经啊，顶摆袂做咧读圣经啊。其实伊佫爱读圣经，也无圣经通读啊，因为圣经无几本啊。然后伊讲，哎呀，阮也袂晓读圣经啊，因为当初是有真侪人无读册啊。所以圣职人员啊，因是有去读册啊，所以因要明白圣经。所以信徒就慢慢来找在圣职人员讲，圣经怎啊讲啊，上帝怎啊讲啊。所以即在牧师咯、传道咯，还是在长老咯，伊就开始来教导因啊，按圣经来教。所以渐干啊，信徒无爱读圣经咯。所以有问题的时阵啊，袂明白啊，就是去找什么？找在圣职人员。圣职人员啊，就认为讲真侪物件，所以信徒袂晓啊，因是平信徒定，所以隆重就可以。所以忽然，所以变做什么？变做有分啊。但是伫圣经内面却无安尼讲啊。所以咱感谢主啊，伫马丁路德按遐解决，还是叫做改革运动了后啊，每一个信徒拢什么？恢复了因这个尊贵的身份啊！咱每一个人拢是祭司的身份，意思什么？咱无搁再是平信徒，所以请咱唔通看咱家己平信徒。既然是安尼啊，咱即便咱有信心，即便咱认罪悔改，即便咱有追求恒切的基督，上帝要听咱的基督。请问你敢为人祈祷？人来讲，无人啊，你做你替我祈祷袂？你讲啥？无咱去找牧师咯，叫牧师祈祷。看啊，牧师会祈祷较啥吧？牧师会祈祷较有力吧？我常常我常常这个物件啊，我常常会记得啊。伫美国咧牧会的时阵啊，伊叫我祈祷啊，伊讲牧师你祷告啊，因为你的功力比较高啊，你功力较悬啊。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伊利亚甲你甲我上啊，是平凡的人，是普通的人，但是因了换过上帝的时阵，伊的基督啊呐，三款有力量。所以人若需要基督，你做你定大胆推基督。
伊若毋好，你大胆退基督。你要甲抹油会做的，你无要甲抹油，也是会做的。主要是什么？咱的心甲上帝好势，为人基督。所以毋通讲在世着牧师基督，才有生涯。我一摆啊，去边厝去找一个人啊，阮几路会去啊，所以祈祷的时阵啊，传道人祈祷了咯，要行咯，就讲买伊咧，牧师你着祈祷才有生涯，牧师着祈祷才有生涯，什么意思啊？所以传道人甲同人祈祷无生效啊，着牧师才有生效啊。这个是干呐？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咱欠出定卖人，咱听到是安尼，咱以为是安尼，但是咱实阵圣经看到并不是安尼，所以咱就会晓干呐，会晓讲，我每一个人，咱无人叫做平生道，咱是上帝所应的，咱祈祷上帝就要来听 ，OK？ 所以咱一段咱讲三项啊，祈祷着信心，第二，祈祷着干呐，有认罪，还是讲对付罪，咱才是正做一个义人。第三，咱着恒切的祈祷 ，OK？ 咱最后咱看这两节啊，19、20节啊。伊讲我兄弟啊，恁中间啦有失迷进度的人，有人互伊回转，这个人应该知影，叫一个罪人对迷路顶面转回，便是叫一个灵魂无死，并且加看真罪的罪。请问这个失迷进度的人，这是基督徒毋是啊？圣经怎讲？伊讲我兄弟啊，所以我兄弟是什么？信徒。伫恁中间所以是什么？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会跋倒未？你跋倒退后未？我嘛捌。有时阵要去礼拜爱无爱咯，无爱去礼拜咯。干啊？我无爱去啊，我也淡慢啦，也无爱。有一个故事啊，真趣味啊！小明啊，伫厝内啊，爱日咯啊，因老母就来叫，伊讲小明啊，你著起来咯，已經8點咯啊，你若無起來啊，你會袂赴啊，咱要去禮拜袂赴。小明講媽媽，我今仔也先啦，我無要去禮拜咯啦。媽媽講袂做的啦，你再去禮拜啊。看若是我若着禮拜，你袂做，你無去禮拜，你才是着去禮拜啊。看若別人若有法人無去禮拜，我小明啊，袂做你去禮拜啊。媽媽甲講，因為你是教會的牧師嘛，你是教會的牧師，你袂做你無去嘛。所以咱人啊，有時陣會迷失啊，迷失真多的時陣，干啊，咱需要人來干啊，挽回嘅，互伊回轉，互伊回轉。美國啊，有一個真出名的作者啊，當然美國人較知影啊，這個摩羅啊，有一日啊，伊搭火車啊離開紐約，這是較早的代志啊。所以伊搭火車的時陣啊，伊常常咧搭火車啦，所以咧售票的人捌伊個，會捌伊。所以伫咧驗票的時陣講摩羅先生啊，你的票佇倒啦？摩羅先生講我票伊按通幾冊啊？找無啊！伊講死咯！我票毋知放佇倒啦。等者去伊嘅皮包內面，去伊包包內面去找無啊！規身找無啊！所以迄個人則來講，說袂要緊咯啦，我捌你嘅，你也常常來，我捌你啦，安尼咯啦，你到車站就是咯，我互你袂要緊咯啦，我捌你啊，知影你袂騙啦嘛。但是個摩羅先生講毋是啦，我毋是為着我無票，我來擔心啦。講時間啊，伊講因為我毋知影我要去倒啦啦，我毋知影我要按倒啦一站落來啦，因為佇個車票頂面。你看伊連家己要去倒啦，毋知影。其實世界人真濟是安尼，伊毋知影伊要去倒啦，伊毋知影伊要做啥。當然咱將因帶到主的面頭前。有的人伫主的這個道路頂面，永遠會迷失。迷失咱需要啥？兄弟姊妹將伊給帶倒來。我伫中學的時陣啊，有一擺仔去參加全會的夏令會。全會的夏令會去參觀個所在。
伫这个神学院内面啊，伊后壁是啥物啊？海景啊，真水，真大。啊，全会的学生会啊，无反应啦。所以因为人做个，所以因若有时阵后计毋三八看上下伫遐，所以你要去礼拜哦，你要去聚会，无要去聚会哦，伊无啥管你。啊，所以阮徛伫房内甲阮两个同学，阮三个，所以阮去遐无偌久的时阵，嘛第一日某啊，阮有差不多5日的时间啊。阮三个就讲啊，讲咱即摆来啊，咱是要来聚会啊，咱着安尼做啊。如果有谁啊并乱无爱去啊，咱即两个啊，咱着该拖去啊，啊，咱着做啥物啊？咱着做大哥啊，做大兄 ，Big Brother 啊，咱就该鼓励去啊。啊，现在就需要鼓励，所以阮三个讲好咯，诚实安尼啊。啊，较无偌久啊，阮这个同学伊就无爱去啊，要搁困啊。阮两个就讲啊，袂做你就来咯。哦，看嘛有时阵是迄一个啊，有时阵是我，所以阮三个就干啊，陪来陪去啊。阮就有法通帮助啊，阮有法通付规个会啊。但是到落尾的会啊，阮三个无爱去啊，啊，所以阮三个去海奇咯。啊，当然也可是有啦，也可毋是做第啥物啊，毋是讲袂无逐项会好势啊。但是你有做，互我印象真深啊。是阮一个同学讲，咱着做一个大哥啊，大哥啊，大阿兄来鼓励别人，鼓励别人啊。当你家己需要鼓励时阵，别人会鼓励你。希望咱伫教会啊，咱同款也是安尼啦。咱同款安尼，你看到上下无来的时阵，伊做你打电话去甲伊鼓励者，去甲伊关心者。有时阵你无爱来的时阵，伊也有法通来关心。这个是啥物？属灵的大家，咱逐个人三甲按遐向前来行。所以雅各讲啊，雅各伫伊一本册内面啊，讲咱毋单单听多，咱毋单单知真多啊。咱无论咱对上帝的信心，无论是基督啊，无论是对人的态度，咱毋是孤单知影，咱着干啊，咱着去行，咱着去做。因为咱若只有听到无行到的时阵啊，咱的信仰无力量啊，咱的信仰是干啊软弱的啊。愿主帮助咱啊，咱即几个日啊，咱用13摆啊，差不多3个日的时间啊，咱来看这个雅各书啊。啊，希望咱有法通得到啊，然后毋单单知影，咱有法通实行出来啊。所以咱今仔啊，咱摆就看到这个啊，刷落去啊，咱会搁再用别个册来开始啊。但是下礼拜呢，咱原在要我会甲大家讲到关于什么？关于灵修啊，要怎样读圣经啊？这是我顶摆有跟你讲的啊。然后读圣经了的时阵啊，要怎样来灵修？我刷落去伫9月第2礼拜的时阵啊，咱会新的这个查经的物件。所以咱今仔查经就到这。